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也是节目要带大家去看一道有特色的民俗。也呢是喺高雄民农最重要嘅经济命脉，是有许多嘅养老喺民农专门特别的建设。不过谈论也呢买客养老咪一栋栋转客。民农养农第三代总思维，唔盼的养老日今日变得落落khó khó嘅，一路屯老养老保存下来。係拿來阿美收藏嘅5000種嘅曲盤哦，過操作曲盤祠堂式係個民俗嘅講法。老貨方面喺重視為嘅堅持下，前來老師傅就本單嘅用嘅來修正，打操作就咪有復古風味嘅民俗。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歌啊。然後一類落去彈曲盤嘅素材，唔係清講嘅天火，唔係清原色嘅專業餅，好彈嘅歌位停定曲盤建立放鬆出來，以下被改唱韓國嘅改舊以前嘅頭擺。哦，30年前還是40年前的歌。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他家彈到過落本，咩唔到啲嘢停定南高離橋。不要再強調你很年輕好嗎？一直說那個新時代很紅，你自己在強調你很年輕，而且這個年輕。我哋韓生咧彈黑膠嘛，啊講誒彈下嗰度老歌啊，或者校園民歌啊，嚟下啲個空間，佢講即個年輕30歲，所以係親愛帶朋友嚟下隻嘅。就連外國的人客，媒體也隻嘅簽到佢上就上唔到嘅曲盤。I actually, in the US, I like swing dancing. So we use this kind of music. Tommy Dorsey, Count Basie, Sidney Bechet, Glenn Miller, all of these people, I dance to them. And it's nice to see it, and I hope to listen to it today. He has a lot of great music, and this place is just wonderful. So yeah, I would say if you're in the area, come here. And yeah, this is a cool spot.曲盤祠堂式的主人係佢總思維。他們的大地上面的花草和我們的一樣多。強強嘅團唱子用睇曲盤好，恢復間內就彈到按好彈嘅音樂，一條歌位係總思維同佢媽媽用之外共同嘅回憶。我記得我韓細時陣吼，我媽媽只會編一首歌會幫我唱。她那首歌比較冷門啊，係李泰祥寫的，李泰祥也自己唱，他跟徐錦存合唱。很多那個地球最美麗的時候，耶穌歌我韓細時陣，我媽媽常常編幫我唱安尼，啊我做改好耶穌歌啦。做媽媽是做過廣播主持人，告訴佢頓嚟有5000人種曲盤睇從高度好，還有總思維稱為數百老台老媽也都強下來整理，好就強為本烹嘢嘅牛腸嘅曲盤。一個唱片吼，本來係我媽媽嘅唱片啊，伊大概民國69年，他去中廣做嘅廣播。唱片公司都會加一個唱片不一樣的呀，一直收集了大概10幾年吧。到喺台灣哈，給流行音樂最百家爭鳴的時候，所以我還蠻幸運的，就這批黑膠。我們突然覺得說，哇，這種感覺是很好的，因為就會讓大家好像可以聚在一起這樣子，然後又聽着以前懷舊的老歌。其實很簡單的事情，對，可是你會從彼此的眼神裡面看到那種感動。也彈曲盤的素材，韓國有特別的意義。一年才係養老，2000年台灣5000家日 WTO 之前，一路含有血養呢。中方人技是中養呢，血嘅受胎兒。我總是會講嘅一類細秘密，一講亞家嘅是喺以下做生意嘅時節不准來嘅素材。
按头摆颜料改过咩，按人改洗杂咩，啊看到颜料出觉得哎好恐怖，怎么那么黑这样子？啊，他甲迄个无限的时间吼，俺的生意要过来吼，全部会本人掉哦。阿公阿妈都会埋怨说，莫来闹啦安尼，因为我们会帮倒忙嘛。年菜做生意的时节，不准落叶蔬菜，一下睇总思维艺术团队打草稿，安尼眼泪的生命就继续下去，就连顺头的工作人，而慢慢地会给团队改造有特色的民俗人呢。蜘蛛诶，这头摆吼，头摆出身边迄颜料咩，啊也个出很多日本发出很多哈萨。嘿，哈萨出就是烟楼隔壁的工作室的意思。那这个很多人以为是天熊，我们出黑一个观测窗，那我们就透过这个窗户有没有，按出做的底杯眼内哈，它烘烤的情形这样子，有边缝的么，还有藻的么安尼。民俗间的杜康含流嫩头摆嘅天老式的渲染机，虽然佢把位，唔过总是位就是唔盼得团结拆合结合。我也出头摆渲染的天老咩。俺出看到我是觉得很工业风啊，那做的留俺出该留下了安尼，本来是他家风俺该把它敲掉，然后变厕所，可是我觉得也是舍不得，我后来我厕所把它改在那边。这边睇嘅寒冷的颜料，也下悠悠的新的衣服，就算嘅时节青菜结的转的重强，也下看起来都改讲。头摆哈，因为它不是房间嘛，你看到那个窗户有没有，都是随机用砖头堆一些花样出来，可是它现在反而变成我的特色这样子。所以以前我们就觉得它是看不起它，觉得它有点像垃圾堆或什么的。可是转个念头，你发现其实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它都是很漂亮可以吸引人的这样。在整个美浓地区来讲，很多烟楼就倒啊，然后大部分的年轻小孩都会在外地工作比较多，所以其实很少人做这样的部分。而且这个维修起来其实除了花钱也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已经一路踩到底了，所以只能继续支持他。日光山山脚下，因传统的火凤木头前有天桥，到现等总是为阿公后上的时节去的火凤木，问到亚家的一路的行走。汉时出我爸爸妈妈演规模汉的，因替杜世峰上班，出我伊演出跟我跳舞我阿妈出土我。我出都结束1年生，我出送台人去读书的。啊，1年生之前全部出黑体面农业嘅嘛。啊，明日出阿妈带我去洗竹篮、熟嘅，吼啊，行上行下出，我觉得那种童年生活是真是很怀念啊。我爱比如洗竹篮嘅都也很古睇啦。叫公啊，屯嘅集送上班咯。干嘛叫本主嘛啊来下，会听我一盘用子嘛会忘记嘅，会做会白个洗去咯。总是比本单体台北做牛羊记者，长时间爱准备等，随时就爱出差，更难顾到家庭。韩国每日出世，一个心爱改变，吞头路变去回去家乡。韩国开始整理也落火风波。我以前出喺台北上班咩，啊，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嘿，我出归来开始整理那个萝卜安尼啦。因为阿公嘅时节吼，伊出间那个萝卜根本啊安尼，啊我出因为阿公因为对我安好安相爱喏，我就觉得说我有那个责任哈，有个责任啊，出一定会归来干那个火风，那个萝卜该整理好安尼。因为我先生他在美浓住到大概5岁。所以他小时候他是长孙，阿妈都是背着他喂猪啊、种稻什么，就是我都听过这些故事，所以我就会知道说我先生对于老房子的那种依恋。总是为美屯路火风屋打造做民宿，我嘅杜康标係杜係神法行真實用過嘅東西，無提示去買老式嘅廚房硬貨，當時時裝台都係壓迫嘅家裝，總是為到同一等留下來真見過出現。本来那个全部摆起来呀，我是去年吼，我就抢给木工师傅吼，刚才全部改长好安尼，修旧如旧。啊，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很珍贵的块木，它每次打开都很香哎。
对啊，我记得我阿妈头发还有嗰朵蓝衫，有没有？那个拍照诶，我2万元哦。做的买一个新诶，不过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留下来，这样。头蛤蟆整理落寞嘅世界，总是为上南下北，碰上碰下。也讲看到伊不是闺蜜咯，啥无感觉欢喜，点都系小片呢。上半夜时就冇伊，又冇伊做事咯。一直到落下被老火风暴整理到差唔多嘅，不是由我种人来压了睇压血，落下被他人能够安心。一开始整理的时候真是一改读意见，他会跑来阻止我，因为来骂我啲么咯。因为惊啊伊惊啊来做不做啊，摕多钱安尼。所以不止他啦，俺阿公、俺爸爸啦，全部就是在有意无意之间都会阻止我这样子。因为演出惊啊来，就是做不做啊，摕多钱啊。有心思啊，伊对啊种有心思嘅，什么艺术啊？比较啲个偏僻地方上改偏僻啊，咁冇吵呢，可以讲啊，做民俗可以个好嘅，系咪？冇吵到人。係啊，我有賺錢啊，當然我哋冇老人家冇錢攞出，攞啲人出錢人自家做啊，安尼幾好，伊大伯大門也都開到，拍乜嘅咯？又免拿去買嘢，又免反彈我反槍，唔怕，安尼做幾好。屯家嘅某嘢鄉下睇花園巷種花淋水，也係都市巷該內向數位到位生活趣味。總是為歸到家鄉屯老火風屋引流打造咗民俗過後，而要喺韓國多嘅時間，皮等某嘢成長屯陸下人鄉下。对啊，那可能。阿矮是希望伊做的就是有个跟都市的生意呢有个不一样的童年。像安尼吼，伊头摆韩式水木做海吼，安尼亚松亚下安尼改欢喜啦，灌蟋蟀啊、捡鸡蛋啊什么的，就觉得那种童年很令人怀念。我还是希望他有个不一样的童年。他其实是为了小孩子啦，因为他希望他小孩子跟他一样，小孩子小时候，他现在快3岁嘛，也是生长在这个地方，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好啦。因为我们本来住都市嘛，现在在乡下的确非常好。好喜欢的。一下改到外國人客，因為也老屋嘅來到呀，唔單止欣賞火風屋嘅演奏，韓國天出愛協議安部來告訴安尼位老師咪。Yeah, Hakka architecture is very beautiful, and I'm still learning about the signs at the front of the buildings. The Zhong and Chen are both with this kind of house, so whoever lives here is either a Zhong or a Chen. So yeah, there's a lot to learn. It's very beautiful. 我哋三合院嗰度健康吼拢廢起嚟，冇人喺就冇整理啊。其實三合院停米龍很可惜，就是往黑一棟就消失一棟了。雖然講咧很可惜啊，市委要給醒，以後同要嘅老房子留下來啊，個難得那個後生晚輩肯做這種事情，所以我剛剛要給他這個支持啦。屯老火風屋引流打造咗民俗，總是為每個次接嚟講，賺錢係其中一個目的。我其實一定重要嘅係，希望會有韓國多嘅人看到火風屋嘅文化價值，來保留也到安保嘅老建築。做一個老屋、裝個老屋，還是希望講啊，他家底下一個火風嘅價值。鴉片人嗰度吼，做緊一個火風吼，該拆下嚟去。給鐵買嘢做他家本嘅，我是覺得沒必要啦。他家可以把一個火風留下來，做民宿可以做乜嘅利用，把它創造更大的商業價值。對，因為老屋是越老越值錢啊，你越久越值錢。對，鐵奶買起來出門。落課嘅引流老火風屋，韓國本人條標佢哋曲盤。也等人講起，同時睇唔到嘅求建築、求東西，係種思維打造鄉下民俗嘅提升元素。像係嗰度外國人、都市人都來亞籍嘅，前路頭擺老師一定讚美歲月。